好，欢迎再次来到一年一度好吃好玩又好看的国际童玩节。我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哦，今年已经是我们第14届的童玩节了。想知道有哪些摊位还有国家今年跟我们一起共襄盛举吗？快跟我一起去瞧瞧 ，Let's go！ 我是文体会的创办人之一，今天很高兴能够来到童玩节。童玩节是文体会主办的一个很重要的活动。那我们要谢谢志阳，他是这一任的会长，他用很多精力、力气、尽心尽力为文体会服务。高兴今天有很多人来参加，有各国的族裔来，有来摆摊位的，来表演的，至少有12个国家。所以我们很幸运能够邀请到这么多国际的人士来跟我们一起热闹。我们也感谢 Cupertino 的市长，他用很多的支持跟鼓励，给我们有这个机会在这里这么好的地方来办这个活动。也谢谢台湾的一些政府单位，他们也非常鼓励，非常支持我们。我们等一下11点开始就有很多节目可以给小孩子参加。谢谢，谢谢妮塔。对啊。今天非常高兴来参加我们的童玩节。那我觉得今天的规模比去年更要大。那也邀请了很多这个国际的友人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让台湾能够跟国际来结合。我希望以后我们能够一年办比一年更盛大，一年办的比一年更成功。谢谢大家的辛苦，谢谢。谢谢处长拨前来，谢谢。谢谢你们哈，谢谢，辛苦啦，辛苦。请庄主任为我们童玩节说几句话。大家好，今天非常开心来参加我们第14届的童玩节，然后看到有这么多的booth，然后横跨了各族裔，非常的开心，也感谢我们文体会能够协助让世界看见台湾，借由这个童玩节的活动，促进我们各族裔的融合，非常的感谢。谢谢庄主任。谢谢。好，很开心遇到 Emily 呀，听说你已经来童玩节参加好多年了，对，可不可以谈一下你对童玩节的想法跟感受？因为我2个女儿，她们已经来童玩节至少10几年了，因为她们都已经15、16岁了，然后我们都是跟着我们的舞蹈中心，然后她们也来这里表演。然后没有表演的时候，我也会带他们来这边看看有什么对小朋友有趣的一些才艺啊，或者是还有一些新的知识啊，还有这个社交圈，大家都会提供些什么样新的 information， 或者是新的单位，大家可以去交流的。是，对。然后我觉得，对我女儿而言，我也是在这边认识的，像是珠算啊、珠算协会啊，然后他们学珠算啊，还有画画课，然后还有音乐课，还有知道说他们还办一些什么活动，跟台湾的交流，甚至以后长大还可以什么游学团、交换学生，很多的讯息也是因此，因为他们是在美国出生长大，也让他们接触一下台湾的文化。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摊位，还有做一些什么样的中国民俗的东西，我觉得也是强迫他们去接受一些中文的环境，然后让他们不要忘本。所以我觉得童玩节很好，不是只是为了我们华人，其实还有这边的各式种族民族的家人还有小朋友都可以来认识。我们还有一个这样子的活动，看这样子的环境，还有很多，还有这个侨委会啦，还有一些妈妈教室啊，有很多的内容。是，所以看起来童玩节伴随了很多我们的小孩的成长，对，然后也促进了很多的友谊，真的很开心你能够今年又带着孩子来参加。而且我觉得对父母亲也很好。平常我们要强迫他们接收华人文化是很难的，可是让他们自己亲眼来看、亲眼来碰、亲手来碰，我觉得对他们自己的感知力会比较够，真的，不然我们讲不过去。是很开心能够再来参加我们的活动。谢谢，拜拜。很开心今天遇到周先生以及张小姐来为我们谈一谈参加童玩节这个活动的感想，好吗？这个活动很棒，每年都很有意义，对小孩子的活动，然后 support 这个社区都很有意义。对，我们很喜欢来逛逛这样子。是。
啊，今天非常的热闹，所以大概去过哪些摊位呢？我们刚才去了一个，这个是这个饮料呢是很健康的饮料，喝了以后感觉就是可以降三高这样子。另外还有台湾商会的摊位。是，所以参加这个活动可以得到好多的 information， 跟认识好多的单位。是非常谢谢你们，欢迎你们每年都来参加我们。谢谢。萍萍姐在这么好的天气来参加我们的童玩节，是对于今天活动感觉怎么样？今天非常开心哦，这么热闹，因为尤其是在 COVID 过后啊，这么多年有这么多的大朋友小朋友来参加，真的非常成功。真的是太热闹了，人潮汹涌。所以现在稍微放风一下，中午出来散散步，吃个饭。我们是去帮他们拿便当，所以还在继续工作。我们还没有放松。然后这次台中有一城市协会会长。是，会长您好。是对于我们童玩节今年的这个活动以及规模有什么样的感想？很棒啊，这样子大朋友小朋友都很多这样子。是，把我们的家庭能够整合起来，让大朋友小朋友一起出来看我们台湾的表演活动，还有认识国际友人。对，是国际舞台了。是。好，我们今天遇到2位长青学院的女士，来为我们谈一谈今天参加这个活动的感想，好吗？可以。其实我们参加这个活动已经快10几年，14年了。对。然后每一年的活动都是 Anita 的 support， 对，在帮助。然后我们就跟着他，那我们就 promote 我们的长青学院，希望多的年长的朋友可以来参加，这样比较热闹，老年生活比较健康，比较快乐。这个是教会。嘉南教会主办的长青学院，然后我们每一个礼拜都有节目，帮忙我们教我们学习很多东西，然后中午都有饭吃，好吃的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是，真的，我们这么大的一个活动需要很多人的帮忙，互相的协助。对。然后因为 Anita support 他是创始人，他们第1届就开始了，一直到现在。是，真的还好，今天天气也非常好，非常适合。天气非常好。对，不管是年长的、年轻的，我们小朋友跟大朋友一起出来走一走、看一看。对，今天天气太好，特别好。是，谢谢2位，谢谢。陈教授，请问一下今天参加童玩节的心得？非常好，有这么多的国家各式各样都有。我们刚刚到日本，还有以色列，各个地方的摊位都很多人了所以办得非常成功。我们是 pandemic 以前来过1次，那现在是第二3次来。好，谢谢，很开心，谢谢。今天跟我们走访了这么多的摊位，以及看了这么多的国家表演，是不是你也心动了呢？迫不及待的想来参加我们的活动，所以明年等你哦，继续来参与我们的童玩节，拜拜。